即是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17章1节到第6节、15节到19节。创世纪17章第1到第6节、15节到19节，记载伫和合本圣经14页，其他版本请看用领无。亚伯兰99岁时，耶和华对亚伯兰显现，甲伊讲：我也是全能的上帝，你伫我的面前行做着完全。我要甲你立我的约，互你的后裔极其多。亚伯兰就拍落伫地里。上帝佮甲伊讲话讲：我甲你立我的约，你要做国的爸。对打以后，你的名无搁叫做亚伯兰，是要叫做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国的爸。我要互你的后裔极其多，国度对你来立，君王对你来出。15节，上帝佮对亚伯拉罕讲：你的某撒拉无通搁叫伊的名撒来，伊的名要叫做撒拉。我要赐福伊。我也要互你对伊得到一个囝，我要赐福伊，伊也要做列国的老母，要有邦国的王对伊出。亚伯拉罕就拍地笑，心内讲：100岁的人也会生囝吗？撒拉已经90岁，也会生养吗？亚伯拉罕对上帝讲：但愿伊是玛利活伫你的面前。上帝讲：毋是啦。你的某撒拉要甲你生一个囝，你要甲伊号名叫以撒。我要甲伊设立我的约，叫伊的后裔永远做伊后裔永远的约。以上，这是咱要请地正林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改运换命5四名合宝典。改运换命5四名合宝典。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到宝贝上帝，阮感谢伫主日会当来敬拜你。特别今仔日是阮大降节第一主日，是阮教会日的第一个开始，是用主耶稣做阮的中心。阮伫咧献上阮的感谢，因为阮充满了期待甲盼望。主耶稣早时安怎道成肉体到伫地面上，要来为着世间人的罪来承接，然后去将这个救恩永生来享受到伫见那信伊的人。但阮透过这个节期，要来纪念，也详细来提醒阮，伫阮的生命中间有好的见证，会当将所领受的，也会当互更较侪人，也会当来领受着。今仔日阮也是福音主日，阮毋望阮伫民间信仰中间受的这捆绑，会当得到逃放。主你的灵感上啊做伙，互阮谦卑敬虔的心来领受，详细也享受阮属灵智慧，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明白。我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咱今仔日是大降节第一主日，咱以前要常常提起，咱普通国家也是这个真侪咧一个新年的开始，就1月初一开始，但是咱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是用主耶稣做中心，所以主耶稣的代志伫遐为大降第一主日，就是咧听候时，诚做咱的开始。所以理论上来讲，2012年的12月初2，应该就是咱的元旦吼，咱的元旦就是新的年的开始。然后一直刷落去，一直到伫个明年的11月还是12月初的时，就是咱规年。毋望会当用主耶稣的这个伊的这整个行程是诚做咱的中心点的。今仔日也是咱的福音主日吼，咱咧继续咧讲到人的这个命运受到真侪这种困住的时，要安怎会当得到这个逃放？咱陆续咱为着用几样议题伫遮讲，咱拢总今仔日是第5讲。头前讲咱有讲到命运是啥物天注定的，咱会当着爱改运无？咱有这风水的问题，咱甚至要收惊的这问题，为2月开始一直讲。今仔最后就要讲到咱的是姓名学姓名学。当然，伫前几讲的时，咱拢有讲起着，你爱挖靠，毋是挖靠着迄个风水，毋是挖靠着这个
伊去互人算命啥？你爱挖过的迄个创造宇宙万米的即个主宰，伊才是源头。风水嘛是伊伫遐来创造的，人的命运是伊创造，伊互人的。所以你的命运天注定是倒一个天？是你家己去找的天，还是真正创造宇宙万米的天？你来收惊，你是用别个大的鬼来管换做一个即个较小鬼来听，啊，毋是转到即个源头去。上帝所创造万能事拢是好，伊是要互人来享受的，毋是要互人来惊吓的。所以，但是咱人因为常常的罪恶，引起着这情，所以咱倒转到伫主的面前。那今日咱讲到最后一讲咧，讲到即个性命学、姓名学、性命即个问题，我相信伫你的命是啥物？即个现代是非常的即种流行起来，流行到讲咱的政府嘛不得已就要伫迄所来配合。咱开始人会让随便你想要安怎改啥名，你就去改名，甚至姓你嘛会使改。当然，伊就规定你会使改几遍啦，定。但是，比如咱知是讲，即个性命学啊，其实是一个人渐渐伫迄个所在来咧看动。咱来想看觅，以前即个命到底是安怎好出来？其实命有几啊种原则伫咧，有可能是为着即个福气来好即个命，所以像讲招地啦，还是较侪福的多福啦，还是有财啦，还是伊会使讲一寡听起来呢啊，会当带互咱真侪即种福气的。但是嘛有着要避凶化吉吼，就是会当像讲咱即个命足无好的，安尼我来好一个较罔痴罔腰，啊，就看神就袂去注意着即代志，啊，所以互伊会当安尼，就真平顺的伫遐来大汉起来袂。嘛有即种的，啊嘛有想讲咱的即个命，即个人生来敢若是较阳啊，较旺啊，就用水甲伊互伊较安尼平均起来。啊是伤阴，啊，就互伊较阳的，即安尼，互伊会当伫遐来对冲一个，像所以嘛，花腮啦，啊，树白的啦，心目爱搞即个水变嘛是吼，嘛是即种方式出来。但其实咱在你若去查即个性命学的时阵呢，伊是为日本的一个即个熊骑士的即个性命学为主流。伊的方法就是伫遐来算你的命到底是有几位。然后佮配合即个五行生克吼，啊，伫遐推广啊，你号即个名这样，伊免看到你，伊看即个名算以后，就讲啊，你即个人的命运到底是安怎？古节来讲是无数的名叫做正的，即个头前的正的是15位，第二个正是5位，第三个人是2位，啊，即个顶头即个啊，佮加顶头加一个数字起哩，变做天的，就是讲你出世的即段。幼年的时间，然后中间呢代表是2个佮加起15加5就是20，就算几秒动的啦吼。然后5佮加2啊，你加起来是，甲讲你的性命还是几秒动啊？即个所以你的细汉的时，你的命运是安怎？你中年的命运是安怎？你年老时的命运会安怎？咱看起。真显然，你毋知相信讲你的命安尼几字算写以后，你敢若你的命就已经去用注定。所以其实即个性命学是咧讲安那，讲你用真浅的即种方法，知识特别去知影灵界迄个非常奥妙的即种方法，我相信这当然是无办法，遐尼简单为你的命来算的几位加咧，安尼就要来讲你的命运到底是安怎？但是命。是非常重要，这倒是真的，因为咱会当对圣经中间看见上帝亲自甲人号名伫咧。但是这名绝对有伊的意义的，意义是啥？只是可能代表是一种毋茫期待，一种宣告，还是现状的这种情形伫咧。像讲啊，人咱真容易，但是这名若好了以后，真可能人会对受到影响伫咧。一开始先安尼，有时我要用这期来宣告时，然后上帝一直甲你叫伊，结果最后你真可能就是会当改变去。所以咱看见伊的名中间，有人号讲啊美丽啦，啊林黛玉啦，就是贾宝玉啦，什么这种，或者名听哦，这人看是真应该安尼真亲像迄个名的方式伫咧安尼。确实嘛有这种人因为这个名来影响着，本来是无安怎，但是。我看大部分拢是较歹的部分咯，像即个本来无戆，互伊叫我戆去的，嘛有即种的。
啊，这个好要安怎会当真正好起来时，我相信伊的影响嘛是有限，但是这是一个期待。假使若是爸母甲你号名时，爸母绝对下一个毋忙的。像我的名叫做正林，我问阮爸爸讲，为什么号正林？阮兜拢全人吼，恁嘛拢全人嘛，我拢填啥物人，填啥物人吼。啊，头一个是何人？阮爸爸讲，因为迄阵伊是民国34年，迄阵拄啊日本战败的时阵，哇，伊忙带来即个和平伫咧。第二个叫光，光明的光吼，叫光人。讲毋忙，即个世界是上帝福音会当早日到，所以即个世界有即个光照人者。第三叫牧人的牧师的牧，为什么叫牧人？我迄年拄啊，阮爸爸放牧，所以叫做牧人。因为伊的意义伫咧。啊，我的是讲毋忙去食做以前大概即个社会无啥有公正观嘛，啊，毋忙就讲是请到一个证人出来安尼，到最后一个叫做行啦，行人行路的人啦。啊，我哪会即个行路的人？伊讲啊，咱相信的即个信仰，就安尼爱个行出来啊。啊，阮弟弟上中5岁，伊讲去头前去上课倒转讲，爸，我路哪拢从我的名伫迄个所在，行人道，这是一个笑话啦吼。不过伊就是真正安尼想。啊，阮爸爸号这个名拢总有意义，啊，甲阮讲，你的性格才为倒出来。阮较大汉的时间问这个，所以其实咱若是想甲你号名的时阵，你拢有伊的迄个期待伫咧，甚至你是咧宣告一项代志，你毋忙伊是安怎？但是嘛有人像咱拄则讲的，伊用别种理由嘛是拢总有啊。但是要互咱知影讲，即个名其实有伊的意义伫咧，代表甲你号名的人，伊迄阵伊的心情到底安怎？伊的期待是啥物？伊所要宣告是啥物？我相信咱会当倒转去想法，嘛有人真简单的像讲，啊，就阮即辈人是一字一定爱固定的，然后中迄就找讲安尼读起来较顺的，嘛是有即种的啊。但是至少互人知影讲，阮即个头一字甲尾后一字共款的人，即大概是阮拢共辈的人，阮拢是即个家族的人，嘛是会当，表示讲阮会当是身份认同。种伫咧，不管伊是用什么理由，名就代表是你即个人伫咧。犹太人伊嘛是非常注重即个事，伊每一个字，咱来读圣经就通讲，即个名代表是什么意义？咱看几样个就是，像讲伊是玛利，就是讲消化听去。原来是夏甲伊伫遐，伊受到即个伊的祖母伫遐的历代的时阵，啊伊就无受到祝福共款，伊伫遐所在的祈祷时，然后耶和华上帝互伊会当有一个囡仔出来时，伊就讲耶和华听去我的苦楚伫咧。以扫甲雅各即伫双生啊生出来时，以扫是规身躯拢全毛了了，所以以扫即个名意思就是身躯有真侪毛的意思伫咧。雅各是双生啊出来时，生出来时竟然手抓伫哥哥的即个骹，安尼生出来，所以用雅各即就是抓条伫咧。甚至咱看见以后伊的即个伊的整个伊的即个一生中间，拢是伫遐争取，包括要得到即个大囝的名分伫咧，包括伫即个含即个咧困中间一个天使落来含小宴的时阵嘛，无爱互走，你一定要祝福我才会当走。敢若伊的名甲伊的即个个性上，真正就是活人做伙伫咧。是到底是人去影响名去影响着人，还是人去得着即个名安尼，所以我得着安尼行，还是本来就是即个个性，咱毋知。但是我知影就是名会影响着人真侪的，所以犹太人就非常注重即个。伫创世纪29章的时，底下有讲起即个雅各伊生12个即个。12个囝的时，每一个囝伊拢有写伊的意思伫。头一个叫做流便，伊讲就是我有囝儿的意思伫。第二叫做西便的时阵就是讲，底下讲有听去，只有听去的意思。过来第三叫做利未人的利未的时阵，就是讲联合的意思。犹大就是俄罗意思。他每一个名你来看圣经中间是下骹拢有写一个细字，讲是啥物意思伫咧。所以犹太人是非常注重这个名的，我相信这个是对，这个名好了好啊，唔好人会记得袂记的时，大家拢非常注重伫这样代志的。唔那呢，咱看见上帝嘛，非常注重这个人的名的。咱来看几样所在是上帝伊安怎为着人来这个好名的咧。
上帝透过伊号名咧做一种宣告的。咱看即个阿伯兰，他拄仔所读的圣经，也讲阿伯兰本身伊的意思就是一个崇高的父，是一个真尊贵的人。但是迄到底是属于家己一个人啊？但是耶和华上帝爱伊来改名，甲阿伯拉罕讲啦，你要讲做最国的老爸，你不再是一个人的老爸，而是一个尊贵安尼哪听？你要讲做最国的哦，毋是最人哪听，是最国的老爸。上帝咧甲伊宣告，毋望伊会当做安尼，互伊甲伊号名意思会当变做安尼。咱看伊过程中间，阿伯兰伫75岁的时阵，上帝就甲伊立约，讲好伊要讲做即个大的国。甚至伊的后裔要参照地面上的土沙遐尔啊多，哇，哪有可能？这个土沙根本算袂清，凊彩一爬起来就是已经几啊万啊以上，啊，何况是地面上的这土沙的，表示讲伊的子孙非常的多，算袂清的。但是75岁一直到99岁时，阿伯兰拢总啊无一个囡仔出现。我毋知你若是阿伯兰的时，你的想法到，你的信心有伫迄个所在来摇动啊无？透过阿伯拉罕，上帝甲阿伯拉罕讲，你要诚做最国的老爸，这是一个应允的咧。这应允应该成，但是为什么经过24年啊无伫迄个所在来实现？但是等于99岁时，耶和华上帝佫一摆显甲伊讲，伊讲我是全能的上帝，我要含你立约，要互你子孙。极其多的，然后伫迄个所在甲伊讲的话，是安尼讲：我甲你立约，你要做国的爸，对当以后你的名无搁叫做阿伯兰，是要叫做阿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国的爸，我要互你的后裔极其多。耶和华上帝安尼，然后就甲阿伯拉罕亲自伫遐甲阿伯兰甲伊改名，讲你爱叫做阿伯拉罕的咧。甚至上帝毋拿呢，讲你的太太嘛就要改名，你的太太进一步了讲，你的某撒来毋通搁叫做伊的名撒来，伊的名要叫做撒拉，我要祝福伊，我要互伊对你得到一个囝，我要祝福伊，伊要做列国的老母，啊，要有列国的王对伊出。原来撒来的即种意思是讲，我的皇的，我的皇后，我的皇后，我的皇后只不过嘛是一个个人啊，定。即摆无够，即个你搁多来祝福一下，做最国的老母，你要做列国的老母。啊，伯拉罕是做最国的老爸，然后伊的太太撒拉要爱做啥？做列国的老母伫咧。这是上帝亲自伫迄个所在甲伊讲的，即嘛是99岁的时阵。但是你若是阿伯拉罕，你听着毋知安怎？阿伯拉罕，咱讲伊信心的老爸，但是其实伊嘛伫即个所在，伊伫迄个所在拍伊地，佮伫遐咧偷偷笑讲啊，100岁人减袂佮生囝个，啊伊的太太撒拉嘛已经90岁啊，咱就袂应99吼，是90岁吼，啊，还袂减袂佮生养吼。但是上帝甲伊讲，你的某撒拉要甲你生一个，你要甲伊号名叫做以撒。以撒是叫做喜笑，就是欢喜，佮伫迄个所在笑。台语翻译个就是讲欢喜笑。因为真欢喜，你无一定笑啊，你笑已经代表已经到一个程度啊，足欢喜安尼笑。你因为遮尔侪年啊，90年以后你再生一个，你若你是75。啊，伯拉罕75岁，伊的太太撒拉是65岁，65岁后生的时，人可能想啊，这有大概有可能。一直到你90岁啊，经过25年以后，你再个生一个，安尼是无可能的，绝对是这个新业才有可能。所以伊就非常，你要号这个名，逐工叫伊的时阵，啥欢喜笑，表示讲伊领受到这上帝恩典伫遐。以撒的名叫做欢喜笑，果然伫这个第2年就是100岁，阿伯拉罕100岁时，迄个以撒就伫遐来出世。咱看见上帝伊非常看重人的即个名，上帝若要为着你来取一个名，你想讲伊会来号你什么名？咱看见到目前为止，上帝若号一个人名的时，其实就是一个期待伫的心情，一个宣告伫的心情。
阿伯拉罕，阿伯兰，你要做阿伯拉罕，伊你要讲做国的老爸。撒拉，你要讲做即个列国的老母，所以你换名叫做撒拉，毋是撒来。以撒，你刚刚看到以撒，你来想起我的稳定偌大伫你时，你90岁时才生一个，所以你来欢喜笑。即个咱看见是即个耶和华上帝非常注重伫人的即个名伫咧，但是咱来看新约来，咱看耶稣的所在。那耶稣是咱知是为圣神啊，圣神怀孕伫即个和玛利亚伫迄所在来怀孕，然后来出世的时阵，迄阵约瑟玛利亚是伊的未婚妻，但是未婚妻竟然大巴肚。哦，即伫迄种社会，莫讲伫即马社会可能无要紧，伫即个社会是不得了的代志，所以伊佫袂互即个玛利亚受到侮辱，所以要偷偷啊，甲伊收掉，甲因的即个婚姻关系处掉就好啊。但是天使出现伫遐，甲伊讲安那，无得惊，就带你的某玛利亚过门，因为伊所怀孕的是对圣神，伊要生囝，你就叫伊的名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耶稣的名原来就是要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所以就是拯救者的意思。上帝亲自甲耶稣号名，讲你来叫做耶稣，这耶稣是代表提醒伊讲，你就是一个拯救者。互世界人看见耶稣，就知影讲耶稣来就是要拯救人。这是咱看见耶稣伊的名呢。耶稣毋拿咧以后，上帝号伊的名了，伊嘛去号伊的即个号其他伊的即学生的名。后边伊看到西门的时阵，伊伫伫个所在讲，你要称做基法，基法翻译出来就是彼得的意思。原来是即个彼得原来名叫西门，西门的意思就是迄个芦草。迄是下伫水边，风吹来吹去，伊就摇来摇去，迄种芦草。后人会当做即个扫帚，这嘛有可能去做这个。但是彼得的意思是啥？你是基法，是石头，是非常定的。那亲像耶稣毋茫讲伊的即个学生，伊即个使徒，即个12学生内底以后做班长一个，你爱带这个，当我就天的时，你爱带这个你的共班的这个同学，你爱去为着传福音。你袂使亲像芦草安尼，吹来吹去，啊，着伫个所在无即个坚定的信仰，啊，无你真正坚持的这立场者，无你应该讲做一个石头共款。你的信仰爱亲像石头遐尼坚定的咧。耶稣和即个彼得，伊的即个期待甲伊的宣告就是安尼。咱看起这是一个热情的，但是名到底安怎？名到代表是甚物？耶稣用定12个时，伊担当咱世界人的罪了后，伊要互即个接受甲相信伊的人，伊要得救。你哪会知伊会得救？原来伊甲咱记伫遐，记伫生命册顶头。伊叫咱记伫生命册顶头，所以保证已经记伫生命册啊。所以你就知影讲，你已经得救啊。哪会知影呢？伊伫启示录第29个所在伫遐安尼讲。记载讲，当世界即个末日的时阵，咱拢爱徛伫即个宝座前受着审判。第20章的第12节讲，我也看见死人大甲小拢徛伫座位前，这个册就掀开，阁有别册、别本册要开，就是活命册。死人就照因的所行，并这个册所记载来审判。若有人无记名伫活命册，也迄落迄乌，你的名若无记伫活命册，无记伫死命册顶头，你就是落地狱。啊，你若记伫顶头呢，佮看讲你有照着，佮记伊所行的就来，照因的所行，佮继续记落。原来伫天顶时已经将咱的名记伫一个活命册顶头。你若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的名已经下伫迄个所在啊。然后开始记载着讲，你以后所行的到底是如何？伫迄个所在做着记录的。咱伫天顶伊毋是下咱的相片伫咧，是下咱的名伫迄个所在。咱特别要赶鬼啊，是要医病啥物，咱拢是靠主耶稣的名。圣经嘛讲，甲甲使徒甲伊学生讲，你出去因着奉我的名。咱祈祷中间，为什么咱有这个资格？甲咱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伫遐来恳求？
因为安那奉耶稣基督名，伊做中保，伊有权柄，靠着伊的权柄，咱来行足侪代志。靠着伊做中保是咱会甲上帝伫迄个所在来，搁合起来，咱的困求会当达到伫上帝迄个所在，拢是照着伊的名伫咧。所以名伫即个所在，互咱知是其实是代表着一个人伫咧。即个人到底是伫咱记载伫生命册，有记载伫生命册啊无？伫记载生命册中间有照着咱应该伫生命册中间的迄种行为行出来啊无？我咧想讲，是巧者因我咧想讲，咱若换名时，是毋是天顶就爱知影？若无过去旧的名，迄个人已经无去啊，要安怎？所以想想还是毋通凊彩换名。但是会当换名袂？会啊，我感觉嘛是会使啊，是因为你的出发点伫倒。咱拄来讲性命还无好是安怎？是讲伊用几位你的位数安尼算以后，就要准讲你的名到底是安怎？这是足安尼足肤浅的。用遮尔简单，就甲你写几位安尼加起来时，敢若你几牛重，就甲你的一生就甲你定落来。咱若是假使为着安尼去算，会去号一个另外的名，因为讲即个名会即个重量较重即个名应该带来我福气。我相信伫天顶即个名伊无要纪念。但是你若是为着其他嘛，将这真个原因伫咧啊，亲像即个阿伯拉罕，这是上帝亲自甲伊号的啊。若无是咱家己伊个性命得到改变了后，我感觉我应该号一个。互我会当常常提醒我就是上帝所听的囝儿，我都要安怎去做。圣经中间有遮侪人遮个名，保罗哇，保罗足后去传福音的，批名传，我要号做保罗，因为我要互伊做我的模范起来。上帝知影你的心意啊，会使袂？我感觉是会使啊，但是有记伫生命册顶头，上帝知，上帝来决定伊的名会记伫迄个所在袂？咱若是用算命的。还是讲为着咱的生命学，伫迄个所在，而且理做理的时，我相信真难得，伊会当过去记载伫即个生命册顶头。这是所在要互咱知影讲，伫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民间信仰中间，有真侪互咱伫迄使迷下去的，还是捆绑去的。咱无通明白讲，咱的生命是掌握伫即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面前。所以咱就伫遐想讲，我家己要来改运，我家己要来改命。有听起有种算命学，改命以后，我就会当运气就来啊。有一个风水这所在刷以后，我的命我就开始有福起来啊。这敢有影是安尼？咱经过即几个主理福音主理，就是伫咧说讲，咱家伫台湾民间信仰遮尔丰盛的所在时，毋通受到影响。你的源头伫倒，源头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你的福气是对遐来，你的保证是为遐来，你的愿望是为遐来，毋是伫遐咱人家己创造出来。敢若几位安尼名，甲你改做5位，改做6位6法，去找6法伫咧分显起来，即拢6法即个较好，即个下去哩。安尼你生命就改革啊！我相信咱拢知，即个是真无可能的代志。所以伫遮要甲咱讲，咱爱注意的是啥物？毋是用即个笔位伫遐来算几位，嘛毋是讲我安尼，我若是较阴，我就号较阳的即种名，用即种五行深刻的来概念，这对咱人无帮助。咱爱关心是啥？咱的名毋知有伫即生命册顶头，还是主毋知有要甲咱亲自号一个新的名带来好一个应允伫咧。主要哪甲你号名，你袂听伊声，你毋知啊。但是你读圣经中间，你有一个感动伫咧。我感觉这个人，我英文名叫做 Daniel， 就是但以理。我为什么好这个？因为我是伫美国头一个工作，就是伫这个斯洛文尼亚基地下面，阮老板是这个外国人，所以一定爱好这个英文名。我的英文名若无，咱拢甲姓下后壁若下头前是正人嘛若无下伫后壁是正人正伊读讲千人千，伊讲千，所以读起足难的。我号一个名互伊，当去开始变啊。圣经内底倒一个名较好，一个看，敢若好听嘛无意思，爱看伊这个人名，伊的表现到底是如何？我讲咱这个社会中间是大部分咱拢是毋是迷信者，
有啥物人伫迷信者中间做真好诶见证？有传福音诶无毋对，啊嘛有伫迄说伊无传福音，但是伊诶性命得到真做真好诶见证。但以理，我讲但以理去用掠去巴比伦了时，伊安怎自朝代内底拢做迄个宰相，连迄个国王就讲啊，伊信诶王，伊信诶即个神是真正诶神。伫异邦中间会当安尼呢？哦，即个名应该是袂歹，我来学伊，我要学伊的即种行达，所以我就学伊的名。这是我家己会当家己做主的时，我就学英文名，我就学做即个名。我有一个期待伫，毋茫伫咱台湾即种社会中间，迷信者是即个无信主的人是90%几，咱明仔会当坚定，咱明会当最更最严，就参照即个但以理伫迄个去用掠去伫到巴比伦的所在，伊伫遐好当遐王会当讲。刚宣布讲，伊信的神是真正的神伫咧。这是我家己号名的神，我会当安尼来号。所以，互咱知影讲，你的名到底是有伫生命册顶头。上帝若要甲你号名的神，你毋知伊会对你的期待是啥物无？啊，你毋知关心着你的即个名，啊，其实你的亲人朋友的名，毋知有记伫即个生命册顶头。我相信，逐个人拢非常毋茫伊的名会当记伫活命册顶头。咱拢毋茫伫活命册顶头，因为咱会当到伫以后新天新地伫，毋是着到伫迄个流洪的即种火湖伫迄个所在。你讲啊，我哪会知影？我会定记伫活命册。你当然会当有即个确定啊。为什么？因为你若认耶稣做你的救主的时，你若认耶稣做你的救主的时，你会当确定你的名就是已经记伫啊活命册顶头。但是毋通袂记得拄则启示录佮继续讲安怎，就死人就照因的所行，伫遮个册顶头记载来受审判。伊的所行，甲咱讲，咱接受主耶稣的时，咱的原罪会当得到赦免，咱甲上帝就更好啊。但是佮继续开始看，你有真正是相信无？还是嘴敢若嘴讲的那点？换到新约甲咱讲呐，你的老我，你的旧的我，有甲主耶稣顶伫十字架顶无？然后主耶稣已经国活，你是按旧的迄个你，还是已经换做新的人啊？你爱甲主耶稣同顶死，然后甲主耶稣同国活，你爱将做一个新造的人伫咧。所以你会当知影，你会确信你已经有伫生命这顶头，但是伫生命这你有一直伫迄个所在无？只要咱讲。你就要接受你的生命，就要有圣神，就要来改变，成做新造的人，证明主耶稣真正就是你的救主的。你要通活出你主耶稣伫咱的上帝创造咱的时阵的迄个命定，你的任务的时，你就受主登记伫即个顶头时，登记伫活命册，更较重要。上帝安尼生的时，你要去知影讲你的任务，你的命定是啥物？然后是比讲，我来算倒一名较好，我来换一个名咧，看当受到祝福的。我相信是倒饼，咱应该安那，应该是求安怎行出来上帝伫咱身上的即个任务伫咧。咱的名当然是有几啊种，有父母甲你互你一个期待伫啊，嘛有你的同学，嘛有你的即个人伴甲你讲，啊嘛有突然一个意外发生的时会认名，这有影响到你无？迄嘛毋是真正，我咧讲的这个名当然是一个是即个有官兵或想诉咱命的，但是嘛有可能毋是的是，你嘛毋通受到这绰号啦，啥物这会去受到这影响的。牧师有一个名，恁大家毋捌听过哦，我有一个片名叫做阿胖的，啊毋是我碰，我毋捌碰过哈，是因为我初一的时阵吼，咧读英文的时候，迄 UPON。咱拢知伊的重音是伫阿胖嘛吼，啊我重音系头前叫做阿胖，啊咧背的时阵去互一个人听着，啊就甲开始甲踢笑讲，啊即个叫做阿胖，应该是阿胖 ，once upon a time 嘛，对无？重音是伫后边，但是叫这个名人拢是和我足亲的人，因为伊敢若因知影这个问题尔，所以我听着安尼时，伊拢叫我胖的也好啊，阿胖也好啊，我感觉。有这亲切感的，我袂感觉无好啊！我认定这个人啊咧，我是一个真好的关系的。
但是到读新人医的时阵，大家拢叫什么哥什么哥，啊，我大家姓田嘛，就是郑哥，咱就一个叫做郑哥，大家拢学起来安怎？等于我有一个人较少，就是人啊，叫做仁哥。哦，我看嘛袂歹，我听到仁哥就讲啊，这同过来啊。甚至牧师呢，就好像叫做啥，叫做人少。啊嘛，刚足特别的啊，足亲切的，这是阮迄期的新人医的学生同班的。啊，定定咧敲电话中间，因拢会问讲，我讲伊种啊人少安怎？哦，你有感觉一种温暖感觉呢。我想伫人中间嘛是伫么大学同学无遮尔啊好势，拢甲你叫啥？叫我歪人。哦，你见不得我好啊！我正伊甲讲歪安尼吼。咱的生命中间有真侪这命，但是咱唔通受到伊的即个影响着，有你会当帮助着你的。较重要，咱思考讲，咱的名什么记载伫活命册，这才是上个重要的。所以伫遐望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会当关心着讲，你的名什么记载伫即个活命册顶头。你变会让记伫活命册顶头，恁主要所做你的救助，然后行出来，伊爱你行的，用你的新造的人的行为来见证讲，主要所真正就是我的救助。咱这礼拜中间有小组，这小组是。今年最后一遍，遮几个题目，互咱会当伫遐来思考，毋望咱袂受到咱民间的即个性命学伫迄所在受到影响。上帝要祝福伫咱的透过官兵所好的名，要祝福伫咱心中，咱同心来祈祷。遐堂的主，阮感谢，互阮伫即个所在伫大港节第一主日时，阮来思考着有关伫阮的社会中间有即民间信仰，而且迷信。还是其他即无正确的一种学说，伫遐来影响着人要离开伫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的即情形。但阮今仔日提来搁一摆思考着即性命啊，主你早时嘛透过你仰望即个人，会当诚做一阿伯兰，诚做一做国的老爸，就甲号做阿伯拉罕。不管是即个西文甲号做是比着，拢代表着。主你的心意伫，你的宣告伫，你的期待伫咧。阮嘛确信，当阮遮的名受到阮的父母官兵甲阮好时，有代表着伊的毋望、伊的期待、伊的宣告伫咧。我嘛确信，阮来接受主耶稣成做阮的救主时，阮即个名就钉伫即个活命册顶头。但是阮来用阮的行为，会当来行出来，毋是靠阮信心改变阮的性命。阮诚做一个新造的人，阮会行出来，就当见证着讲，阮伫即个性命活命册顶头即个名，确实是逐个主你来疼惜，你来拯救的。恳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人，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会当将阮得救的即个活命性命，会当行出来。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只是阮当时用主所教是主导阮来祈祷讲。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一次，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